他当然能谈了，只是不能跟乔晶晶。哎，就平时也是这种配合的吧？他打中粮，你打守约。其实不是的，他是任何位置都能打，任何英雄都可以，所以一直都是他在教我。这大晚上的把我约出来，又是为了于途啊？哎呀，群里的视频我看过了，我们大学几个闺蜜一聚会，你哪次不是旁敲侧击的把话题引到于途身上说几句啊？是吗？你说他幼稚、自私、理想主义者，你从来都不后悔跟他分手，有那么意难平吗？我说错了吗？他不自私，放弃几倍的高薪去做什么航天梦？那会儿如果不分手，我们还在一起，难道要我一个人来养家啊？现在房子什么价格？北京什么开销？孩子好的教育一年要多少钱？这些都推给另一半承担，凭什么呀？人各有志，而且最主要的是呢，你跟于途，你俩都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一旦遇到矛盾，绝对不会为对方妥协。分了挺干净。哎，你俩都分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没谈过恋爱，心心念念的还去管别人的新恋情，人家跟你分手了，还得给你守身如玉啊。他当然能谈了，只是不能跟乔晶晶。下面我们欢迎全国数学竞赛的金牌获得者高三5班的于途同学上台发言，有请。于途也太厉害了吧，又拿奖了。我可听说乔晶晶很喜欢他。你说好像什么大新闻似的，喜欢于途的女生不都去了？你说于途会不会喜欢乔晶晶啊？她长得那么漂亮。我觉得应该会吧。所以，你很介意他？大可不必。他高中的时候成绩一般，还向于途表白过，被于途拒绝了。于途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现在，我只能说名利是个好东西。我要去趟上海。